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来讲这三字，台语拢念作哪。先来讲这字哪，来去夜市啊，哪踅哪食哪佚佗，边逛边吃边玩。啊，你这个囡仔，哪来哪走精，哪来哪唔是款，越来越走样，越来越不懂礼数。有一句俗语，好好孝，大家赛哪老，是咧讲经体袂晓做代志，甲简单的代志舞甲乱糟糟。继续讲这字哪，你哪唔坐车要用行的，为何不坐车要用走的？你哪通安尼忤逆你的老爸？怎么可以这样忤逆你的父亲？家己人哪会着惊生婚礼？自己人何须客气？还有一句俗语，车价都无够，哪有通拍官？现赚现食拢有困难啊，哪有才调阁存钱咧？最后来讲这字哪，你讲到哪真呢？到底有影无？说得像真的一样，到底是真是假？啊，这个所在，我哪像捌来过，我好像曾经来过。啊，你敢有食药啊？敢若有，阁敢若无？好像有，又好像没有。啊，有一句俗语，巴肚哪水贵，胸坎哪楼梯，是咧形容人营养不良。今仔日的台语字，哪来哪好，哪会安尼，哪有哪无，实在真趣味。